我一直问你多少钱啊都不讲啊，做好跟我说一只100啊，你凭什么一只100？那你要怎么讲？你要多少啦？什么我要多少？你平常卖人家多少？就是这样啊。最好是。你要不要嘛？一只100我不要。3只200给你了。不要，太贵了。3只200啊。这没办法。那你要拿多少啊？我不晓得。平换100块，我先问一下，刚才我一直啊。事情其实是民众跟我反映投诉了，但也不少民众说，在桃园市中立地区有一个年约60岁的骑摩托车旧的摩托车的阿伯，装一个冰淇淋箱子，可是那冰淇淋却没有告知顾客价格多少钱，一支多少，一球多少。当民众在跟他买冰淇淋的时候，那通常会问他阿伯一支多少钱，或者一球多少，阿伯都不讲，一直到等到冰淇淋装好之后，拿这个装好的冰淇淋给消费者。就跟对方说一支100或一支200，那种随心情喊价，然后而且强迫推销那种感受，让民众很不能接受。而由于跟他买的民众多半是妈妈啦、家长啊、女生啦，还有学生啦，然后很多的是爸爸妈妈一个小朋友，所以引发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纠纷。那我也问过消保官跟律师，这样的一个消费争议，其实他不能强迫推销，因为这涉及到了这个社会法、社会秩序维护法，然后甚至建议民众。以后在桃园市，因为这个阿北经常骑摩托车，会到中立、大溪、八德、平镇我的选区，甚至芦竹还有大园，都会骑着摩托车拍照，到处跟民众强迫推销的行为。以后如果碰到在桃园市这一带碰到这样的一个冰淇淋阿北强迫推销的话，建议消费者不要接过他手中的冰淇淋，尤其是不要拿来吃。他装好，他不肯跟你讲价钱，等他装好给你的时候，你。大家可以不要买，不要担心，因为这个阿伯通常会利用民众这样的一个心理，就认为说装好了就不能不买。他会说，我都装好了怎么办？你可以告诉冰淇淋阿伯，因为你在买冰淇淋之前，一直不告诉人家价格，一支多少，一支100、200。如果民众知道，当然不敢买这么贵，又不是买著名的这个哈根达斯的名牌冰淇淋，所以你可以不要把冰淇淋接过去，不要接过去。阿伯说装好怎么办？那就是卖方他自己要去销毁或自己要去处理那个冰淇淋，因为你始终不揭露价格，还有它的价目表，也不告诉民众，在买卖的过程当中，民众问你一支到底多少，一球多少，你都不讲，等到买了，很多民众跟我们投诉检举说，有的民众还买过一支200，两支400，那上面只有1球2球，等于1球50、100的，那民众觉得这简直是天价冰淇淋。碰到这种桃园市怪的冰淇淋阿伯在这边中立、平镇、大园、桃园、八德一带出没的时候。你们要小心，所以我才会提醒民众，然后用这种方式在脸书上跟大家讲。没想到获得了反应，很多民众说，我也碰过，对啊，就是这样的，都不肯讲多少钱。那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是非常有争议的。民众于110年8月30日20时许，至本分局中府所报案称群于8月25日17时50分许，在本辖星光路10巷口遇一男子贩卖冰淇淋，购买时未告知价格。事后却要价一个甜筒冰淇淋100元，且有强卖之嫌。本分局受理报案后，于隔日19时许将黄贤通知到案，讯后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函请桃园地方法院简易庭裁处。另有关未确实戴口罩部分，制作稽查记录表后，交由卫生局依权责裁罚。